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又到了我们恩典时刻同心祷告的时间。政府在日前宣布了我们的警戒升到第3级，所以我们又重回到去年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在用录影来一起同心祷告，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礼拜5的晚上7点50到8点半这段时间，大家也同心聚集，大家一起透过影像同心祷告，相信神借由大家的同心祷告，神也要在我们当中来应许我们所祈求的。虽然疫情这么样的严峻，但是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跟信心。也请大家在各自的家庭当中，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，一切蒙神的恩典。今天我们的祷告会要邀请徐瑶珠传道来主领。我们今天进行的模式呢，就是要学习用 RPG， 大家都听过这个名词，就是复兴祷告小组，也可以称为说是3人同祷小组。怎么进行呢？其实我们很简单，就是透过主祷文的3段架构，我们来进行祷告。第一阶段就是赞美、感谢上帝，感谢赞美是第一个阶段的祷告内容。第二个阶段就是为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就是每一个人的需要，我们自己的需要，我们成员当中的需要，一起来做祷告。第3个阶段就是为神国降临来祷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是为教会、为小组、为我们的国家、为我们的城市这个国度来做祷告。以下的时间就由徐瑶传道来带领我们一起进入祷告的水流，一起圣灵降临的水流。感谢主。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用诗歌预备进入祷告的心，愿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在忙碌还有不安的时期，知道我们能够信靠天上的父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永远你是我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我在生命翩然降临，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。永远你是我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我在生命翩然降临，如寻歌平安落在你心。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圣灵翩然降临，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。永远我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，我爱你，恳求生命翩然降临，如寻歌平安落在我心。邀请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安静自己的心，恳求圣灵教导我们。我们有阿爸父，我们也是他的儿女。我们再唱一次：永远我是你的孩子。
是你的孩子，永远不变。我爱你，恳求生命变然降临，如寻个平安落在我心。如寻个平安落在我心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，记载在罗马书第8章14到17节。经文这样说：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，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有2次很明显的呼叫阿爸父的帮助。一次呢，是在客西马尼园的那个晚上，他求天父挪去他的痛苦，但是不照他自己的意思，乃是照父上帝的意思。第2次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呼求阿爸父，他把自己的灵魂完完全全的交在父的手里。所以体会呼叫阿爸父，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看，不只是在顺遂的时候，天父上帝同在的平安，更是彰显在跟随主的十架道路中。圣灵使我们能够相信世界与生命的主权由天父来掌管，因而就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就算是死亡，也能有灵魂交在父手中的平安以及信心。所以在我们今天罗马书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被圣灵引导的人，特别是当在苦难中跟着耶稣，为着要了解上帝的心意而挣扎，或为着要依靠上帝的心意而受苦的时候，那种苦难中的平安是大的。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，必会挪去我们不认识他时，如同奴仆一般恐惧、惊怕、害怕灾难处罚的心。圣灵所赐的心是儿女的心，会帮助信主的人在辛苦时仍然知道父的同在以及工作，并且明白那已经来临的荣耀近了。这个荣耀会擦去我们的眼泪。在祷告的第1阶段，我们求圣灵帮助，能在心中、口中真实的告白：父，我在这里。当我们这样寻找的时候，爱我们的父必速速地回应他的儿女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，我们常常忘记你恒常用极大的慈爱在呼唤我们，呼唤我们寻找你，归向你，依靠你。我们常常转身去依靠那不是我们父亲的，我们因此也找不到平安以及满足。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赦免我们远离你的心，
让我们再再想起你永远不变的爱。我们就如同离了家又归回的小儿子，愿你帮助我们看见你永远张开的膀臂，等候我们回到你的家。主圣灵，恳求你把儿女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好叫我们能够得到这份平安。谢谢主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这个时候邀请我们再唱第2首诗歌，恳求圣灵来医治我们的心，也医治这块土地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在你的同在中有医治能力，你的手未曾缩短，耳朵未曾发沉，必要拯救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在你的同在中有医治能力，你的手未曾缩短，耳朵未曾发沉，必要拯救。圣灵来，造访这地，赐下你医治能力，在你的同在中，我完全的自由。圣灵来，造访这地，赐下你医治能力，在你的同在中，我完全的自由。圣灵，我们欢迎你，在你的同在中有医治能力，你的手未曾缩短，耳朵未曾发沉，必要拯救。圣灵来，造访这地，赐下你医治能力，在你的同在中，我完全的自由。圣灵来，造访这地，赐下你医治能力，在你的同在中，我完全的自由。在你的同在中，我完全的自由。接下来邀请我们一同为了自己身心以及自身环境的需要来祷告。
亲爱的阿爸父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这个时候能够来亲近你，将我们自己所需告诉你。虽然你已经都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你更渴望你的孩子们亲自来到你面前，将自己所需要的交托摆列在你面前。这时候，我们为自己的身心灵能够坚定，不惧怕。我们也为家庭中的生活，为孩子的关系、婚姻关系，都交在你的手上。特别在职场上跟同事的相处，我们有主的爱在其中。天父上帝，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严峻的疫情，我们更需要你的平安在我们当中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力量。我们要因着你坚定不动摇，我们也要因着你，我们的心安稳自在。求你赐下圣灵来扶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自己在这段疫情的日子找时间更多与主你亲近，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依靠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的家庭，我们所有一切的帮助。我们更期待在这段期间，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灵命上都得到你的喂养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接着，我们一起为上帝的国能够行在地上，为教会、城市、国家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这时候我们要一起为我们的教会、为我们的国家来做祷告。亲爱主啊，我们的国家在1年多之后，现在正陷入整个疫情爆发的时刻，许多人，特别是在台湾北部同胞，大家陷入一个恐慌以及整个疫情治疗的过程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所有的工作人员、医疗人员、警察单位，他们有足够的健康跟体力，帮助这一群可能感染的我们的同胞能够迅速得到医治。也因为大家全体的同胞，大家勇于配合、耐心等候，让这个疫情能够渐渐止息下来。亲爱的父神，也求你让我们在等候疫苗的过程当中，大家不会彼此混乱、彼此攻击，而是能够顺利取得疫苗，让我们能够大家享受到一个平安的时刻。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，因为我们大家不能外出，不能在教会见面交谊，求你保守，特别是我们的长辈还有小朋友，在家里面有神特别的保护，一切身心灵都平安。我们的饮食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学业以及各方面，求神也为我们预备，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，因为有主可以依靠，我们就能够度过这一段时刻，让我们紧抓住仰望神，我们就能够勇于克服这样的难关。奉你名来祝福我们的国家、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最后，大家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相通，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与我们台湾所有的百姓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。我们一起借由网络、借由线上，大家一起祷告，相信神已经悦纳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地方、自己的家里面所做的祷告，也求神一切的平安赐给大家。从政府最新的宣布，我们第3级警戒要到6月14号端午节，所以我们有好几个礼拜都要用这种方式一起来敬拜，无论是主日礼拜或是礼拜5的祷告会。尤其我们礼拜天早上的礼拜前的祷告会也没有办法进行，所以呢，邀请我们说台语的，咱这讲台语的兄弟，咱买当借这个时间啊，开这个网络啊，大家做伙来祈祷。我相信用国语，咱嘛大家拢听有哈。那牧师做一点小小的报告，就是目前因为大家都不能尽量不要外出，所以呢，最好的健康就是在家里面。当然，我们有可能要外出买东西哈，或是有一些需要接触的，我们就严格遵守。我们带小瓶的那个酒精，然后洗手，严谨的要戴口罩。那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尽量有一种疏解的动作，有小小的运动，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。我们教会呢，会用各种方式跟各位来做联系，无论是网络或是群组。特别我们教会中有一些长辈，我们特别请我们的各群组、各团契，能够主动的来用电话跟这一群长辈来关心、来带导，因为他们可能没办法借由网络跟我们连结。那希望在这段期间，大家身心灵都平安，也期待我们在礼拜天，无论是第一堂8点50，或是第二堂10点50，我们都一起来同心敬拜上帝。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也让我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一段疫情严苛的考验。我们也继续为我们的国家、为我们的社会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好，再一次我们请彼此来问安，大家跟家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大家说：愿你平安，愿你